论三字经本文的体统，甲这本打写出的三字经新传笔为注解。凡若爱要学习代志，应该着对感性较开阔。这个法度，逐世代的人会晓对中，是因为再来分分散散讲究万项事，是凡甲恶直。论到读册也是安尼，所以要紧着照次序。亲像俗语讲，百笑悬楼对地起。大省的人有用礼记的逻辑，也是小学做起头的册。后来的人较常大尊重三字经做少年人的初学。人便对中三字经，是为着因拍算这本有几若项好的款式。第一，诗集利便，就是伊的句到底，文字好读，搁快会记得，也好大，也袂贵。第二是初学的节录，伫中国散乡人无通久久读册，所以这号的册不只合伊的欠缺。第三是真实，所记载是求实在，拢无糊涂。第四是袂混乱，所讲论的拢是照次序。第五是感性，虽然有字迹看大的事，犹阁所用的话甲意思是解决明朗。第六是包含周密，理学的根源、注册的根基，甲公干的次序，拢有包伫这里。所以检采这本册通叫做手语内的小律师。